呢一款點心你仲記得嗎？擂沙湯圓。製作擂沙湯圓呢，我哋分開兩部分。第一部分係先製作個餡，黑芝麻嘅流心餡。黑芝麻嘅流心餡呢，係有黑芝麻粉呢60克，糖粉40克，豬油45克，可以做到大約12粒到。再熱呢個融化嘅豬油之後呢，就將到呢啲嘅芝麻粉啊同埋糖呢係攪勻，加入呢融化咗嘅豬油，將佢拌勻。呢個黑芝麻餡呢係呈一個流質狀嘅，需要呢係擺喺雪櫃裏面呢凍30分鐘，等到佢呢係凝固。凝固之後呢，就將佢搓成呢每粒呢大約10克嘅圓球狀，放喺雪櫃裏面呢係備用。跟住呢，我哋就做一個 Q 彈嘅外皮，係攞20克嘅糯米粉加入15毫升嘅熱水，將佢呢係搓成一個小麵團，壓扁之後放喺滾水嗰度呢係煮熟佢，煮到浮起。俾呢一塊嘅煮熟嘅麵團呢，我哋叫做呢係果碎，將呢個果碎撈出嚟，將剩餘嘅糯米粉、熱水同埋冷水呢一齊嘅混合，搓成一個光滑唔黐手嘅麵團。果碎呢係能夠令到呢個湯圓皮呢係更加有延展性，包嘅時候係唔容易係整爛嘅，而且呢係煮嘅時候更加係令到嗰個質感呢係 Q 彈啲。將呢個粉團呢分成呢係每份大約15克嘅小丸子，喺雪櫃裏面呢攞出呢個黑芝麻餡嚟，開始包啦。用大拇指呢係將呢個小丸子中間呢係壓到一槽，放入呢黑芝麻餡，慢慢呢係將呢個粉皮呢係推上去，收口，將佢整緊佢，否則呢唔係呢就煮嘅時候就會呢係漏出嚟㗎啦。跟住呢就燒一鍋嘅熱水，水滾之後呢將湯圓呢放入去煮，煮嘅時候呢係用攪下底，唔好俾佢黐底啦。當湯圓呢全部浮起嘅時候呢，再煮1分鐘就可以撈出嚟㗎啦。我喺日本呢係旅行時買到呢個黃豆粉啊，過篩之後嘅黃豆粉呢係會更加幼滑嘅。撈出呢個湯圓之後，稍微呢係瀝乾啲水分，就立刻呢就放入呢個熟嘅黃豆粉嘅，將啲黃豆粉呢係均勻咁黐喺個湯圓上面。呢個久違咗嘅擂沙湯圓好味。